中度风台3度22，台湾是愈来愈热，可能会为恒春半岛登陆。气象专家讲，拜一透早可能就会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。若拜2、拜3风雨会上大，请民众都要注意。市场内底人真多，民众赶伫风台进前来补货，受到有机心理的影响，产地价小起价，店头进货成本直接反映伫价小顶面。那个本来是4包100，现在变成3包100，都贵很多。贵好多，像是什么品相差比较多啊？青菜吧。风台要来啊，东半部兰屿列岛甲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影，归人北海岸、恒春半岛东半部地区有一阵的大雨。气象署继续对山土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海面拢是警戒范围。过去3点钟，山土风台暴风圈又搁扩大，准中心地区乱撇东南方海面，未来中心可能对恒春半岛登陆，不过也免排除路径搁再偏西。在1号的时候，下午的时候，它可以来到鹅銮鼻的南方的近海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它持续以比较偏西的方向在接近我们。到时候可能包含南部地区，甚至也要开始注意有一些强风或豪雨的情形发生。气象专家分析，因为山土风台夹伫2个高压中间，同时受到2股势力的影响，开始往北时间甲路径拢有变数，抑阁无论是毋是登陆，暴风圈拢会慢慢甲全台湾倒掉咧。拜一开始各地拢爱防范强风。这个台风，因为它的风场的结构比较大，然后再加上后面又有东北季风下来，所以再加上海峡的地形的效应的关系，所以这一次在西半部的沿岸也会有很大的风力出现的机会，所以整个台湾大概都要注意风的状况。专家提醒，拜2到拜3，风台中心上瓦近台湾，各地严防强风大雨。因应风台瓦近，台铁公司讲已经请各地营运中心启动防范的作业，检查设备甲发电机，并且设置防水闸门。公路局也特级提升警戒作业，伫松花公路过去在损的所在进行整备，也无排除会看上新气象资料，宣布有经封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